中西区算是台南四大元老庙的集中地，因这七夕情人节伫庙口办音乐会，互民众会当洗古节拜元老，大树骹听音乐，就是上大事的浪漫。所以，赤坎文化关怀协会特别邀请台南大学、清大 EMBA 的社团来表演，包括议员参选人蔡宗和嘛自弹自唱，除了祝福有情人终成贯晓，并借此推广府社庙宇观光甲音乐教育。一句话说，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我也希望这次在我们的政见当中有提倡了可以多元化的音乐教育，因为其实在学校一直以来都有在执行我们的音乐教育，会希望可以更多元化，因为更多元的音乐可以让更多的不同的文化做交流。后续青年音乐艺术协会嘛受到庙宇甲平台邀请，8月将要举办2场庙口听老歌，包括5号客家朱济宫、19号西港庆安宫，希望疫情之下用音乐来安慰人心。但新闻关及采访报道。